大家好，我哋係日翠玉器，我只賣天然緬甸 A 玉。今日同大家睇一個高冰飄花，挑通花，兩邊都有挑通，兩邊都有挑弓，一邊挑魚連縫連子，另外一邊挑鴛鴦連子，出橫件拉通嘅，兩邊都係拉通晒。挑通花立體弓有寓意，手工細緻，中軸線做得好好，佢個飄花飄得好靚，起膠感。呢邊係挑鴛鴦，呢邊係挑魚，年年有餘。好，今日嘅視頻去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係日翠玉器，有興趣落嚟門市睇現貨啊！多謝晒，拜拜。